我要是骗你的钱啊，我就光说吉利话了。我是说呀，姑娘一个妇道人家，前面有好大的凶险，我不忍心不告诉你。我不图你的钱，我就想让姑娘你听我说的话。得了吧你！你要是真有两下子，那我问问你，我家住在哪儿啊？我兄弟几个人呢？那姑娘，你得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。要是让我摸摸骨相，那会测得更准。哟，你个死瞎子，不光骗钱，还想骗色啊？是不是听着我声音嫩，想占我便宜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老娘50多了，不说当你娘，也算你姑奶奶了。小姐，没这么寒碜自己的。你虽非是豆蔻年华，可也并未人老珠黄啊。还没嫁人就冲大辈儿，先把自己说老了。来，坐这儿。坐这儿说话，算你会说话。查好了没有啊？那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说我近日有血光之灾啊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我只往神里说一步，你就信了。引来血光之灾的不是你儿子，就是你兄弟呀！瞎子，说漏嘴了吧？你刚刚还说我未嫁人呢，怎么就跑出个儿子了？只怕是你这位兄弟比你小了许多，他从小你是把他当儿子拉扯大的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八字记不清楚了。哦，那就让我摸摸骨相吧。不必多虑，不必多虑，我只摸一摸双手，便知一二呀。那你随我来。钱大人，您的茶来了。送小姐房间去。是。哎啊，你刚才喊我什么呢？我看见。哎呦！起来，让道。哎呦，两位爷，今儿手气如何？哎，您慢走。哎，你也来赌坊？哎，爷，您里面请，招呼着爷。小姐，前半辈子你倒是受了些苦，只要是能够闯过这道关，这后半辈子倒是能享几天清福。先不忙说以后，你只说眼前。你说的那个血光之灾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有个兄弟好赌钱，对吧？先生一说就准。是不是我家阿丑欠了人家的钱啊？这还不过就是个引头。那后头还有什么？从小姐的手的骨相上还摸不大出来。若要是知道详情，还望小姐不要忌讳男女之别。让我摸摸全身的骨相，会说的更准一些。三哥，
人家年纪轻轻的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说个屁话！我这叫替人消灾，我又不收他的银子，摸2下又有什么呀？先生，既然你说的是我兄弟的事儿，那你等着，我把我兄弟找回来，你好好的摸一摸他，行不行啊？那个臭小子有什么摸的？你是真瞎还是假瞎？真瞎啊！你想占我便宜？你个死瞎子！哎呀！你等我兄弟回来，我让他剁了你的手！哎，老四，快拦着这位小姐！你拦着这位小姐！怎么没说2句话你就上了火了？就你这心性，你那兄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不招来血光之灾才怪呢！我打你！我哎，小姐，我三哥就是喜欢开个玩笑。他是你三哥，他不是瞎子。我连你一块儿打！你给我打！你骗我，想占老娘便宜！死瞎子！岁岁平安啊，岁岁平安。好。三哥，嘿，你也真是的，做什么事儿都没轻没重的。万一他那个兄弟要真是钦差，咱这不是先把人给得罪了吗？钦差他娘个屁！我一摸他的手，就是干惯粗活的。你们瞧见过哪个当钦差的会拿他姐姐当下人使唤？老爷，您别把话说得太满喽。刚才小的去问过了，这位大小姐说话，话里话外露出来的，可都是大家气派。虽说他的兄弟像个混混，可是胆大包天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。哎，说不定此番皇上派下来的人，就是他们2人。呸！什么话也别说了。人都在吗？让他们进来。听着，你们一会儿跟我去拿人。老爷，您真要拿人？我看这2位恐怕是有点来头，我敢肯定不是什么钦差。先拿下，待本官慢慢的审来。兴许还能牵出个山贼草寇什么的。一会儿到了客栈，都给我埋伏起来，没我的示下，不准动作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这守着，你们6个跟我喝茶去。不是，前来，您来了。那位阿丑呢？啊，阿丑他出去了，啊，不过他姐姐去找他去了。您老实跟我这儿待着，其他都给我轰出去。走。前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拿那位钦差大人。好，嗨，前来，我跟您说啊，这回这钦差大人他可是真的。真个屁！没你说话的份儿。给我泡壶好茶去，就拿那些人用过这个破碗，就给我倒茶喝。前来，我这可是都是为了您好啊。哪儿去？想通风报信儿是吧？我不，泡茶是后边找打呀你。走。哎，这位爷，您今儿手气怎么样？闲了常来啊。这位爷，里面请。哎，这位爷，你说吧。谢了。哎呀啊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跟我回去。哎呀，姐，我给你买镯子。
阿丑和他姐姐走过来了，要不要拿下？先放他们进来，让我瞧瞧人再说。乔老爷，您一看不就明白了？龙三儿啊，舌头伸出来，我瞧瞧。哎，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割你舌头。这乔老爷，我还是上后边去吧。滚蛋！不行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走。老爷，拿下！真他娘瞎眼了！就这么个小混混，还说是钦差，拿好，且慢。来，您看，这是什么？老爷，您现在怎么说啊？真他娘的邪性！天底下会有这样的钦差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您就甭管了，这钦差可是微服私访啊！大人，下边咱们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你拿的放哪儿回去？你没拿出来过，我也没瞧见过。你要是敢多一句嘴，老爷我会怎么的？您割了我的舌头。牛大，哎，扶我回去。牛大，背上老爷，赶紧回去。走，撤。爹，圣旨我确实看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要不要我拿来让爹验看验看？放肆！你怎么老这么没轻没重的啊？你带了那么多人去，没有惊扰了钦差大人，算你运气。你还敢去拿圣旨？我怎么琢磨也觉着不像。你见过多少世面啊？七王爷我见过呀，谁看见了都是一副下三滥的样子，跟戏子打架，要人家的鼻子。一经大事，才明白呀，人家的厉害呀。你看的不像，你要看像了，我才不敢相信。那您说我怎么办？既然他不肯露了身份，你就不要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沉住气，等等看，等摸清了他的来意再说。私底下处处要小心呐。哎，听说了吧？钦差到了咱们县了。我听说了，就住在草桥客栈。钱老爷昨儿验过了，人家要微服暗访，没敢当面高攀呢。昨儿我特意装着路过，进去看了看，没看见人，说是和姐姐进香去了。什么进香？肯定暗访去了。这回田家跟郑家得留点神了。唉，人家手眼通天，钦差来只不过打个幌子，早晚也是座上客。咱们呀，明人不说暗话，钦差能到咱这地界，只怕一辈子也赶不上一回。咱们呀，谁也甭藏着掖着，哪位要是巴结上了，给掂句话，大家互相提醒，对不对？
丑，阿丑，阿丑，姐姐问你，观音和圣旨到底藏哪儿了？树上，告诉你你也取不出来。去，给我拿来。不，等小白脸来了，我自然会还给他的。你说话算数。只要你不再烦我，我就算数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陈公子，好不好？走。快走来。哎呦，大小姐，您出去啊？哦，我出去转转。哦。哎，这位就是小人粉蜡，草民无名，晚生杨文军去年才中的秀才。各位，以后要是有事儿，只管来找我，红哥都给你们记上。红哥，赏钱。哎，我说阿丑啊，你干嘛呢？没事儿，我给红哥那房钱。快走吧。哎，大小姐慢走。哎，我问你，那些人为什么给咱付店钱呀？把我当成了钦差了呗。哎，你跟红三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人家非要认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问你，你哪来的那么多本钱？反正不是偷来的，赢来的。赢来了又怎么样？你哪来的钱啊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可别生气啊。你说吧。我看中了一个小白脸儿，就把你给押上了。就算是把你给输了，你也肯定乐意，咱一样的占便宜，输赢咱都不赔本。谁成想我还赢了，就赢来这些银子了。你就不会说句好话？姐，我看他家挺有钱的，人长得又白，你不就是喜欢小白脸吗？去，没大没小的。哎，阿丑。让！没看那是吧？啊，让开！让！停！我问你，这轿子和驴是你雇的？还用我雇？是小胖孝敬咱们的。你就作吧啊！你作吧你！小胖跟上！我跟你说了，我不买吗？小人孝敬大小姐的。啊，我真的不要！拿着我交撒我真哎不要！干嘛呀？你刚才给那小娘们个什么东西？一件绣玉小玩意儿，不值钱。多少银子？就2两。2两？就2两。什么钦差啊，还为父暗访呢，整整逛了一天集市，买了一堆小孩子的玩意儿，没一样正经东西。还他那个姐姐得了一堆假首饰，高兴的什么似的，一看就是副穷酸相。
那全县的人都瞎了。要不是到我们家来，你不一样是个穷小子。我穷是穷，可我识字儿会断句儿，我会说故事，会唱曲儿。那小子除了会在赌场胡混，没干过正经事儿。这种货色，你们非说他是钦差。你不是看见圣旨了吗？那也是假的。我只瞅了一眼，谁敢说那他就是真的呀？人家都举到你眼皮子底下了，你就不会好好看一看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呀？我一看“钦此”俩字儿，这腿就先软了。上面到底写着什么，我根本就没看清楚。没用的东西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到咱们的地面上，你怕什么呀？小家子气。再小家子气，我也分得出是人是鬼。偏你们说是钦差，他这到底是何用意呢？爹，他要是真的不想现身，为何还要让别人知道他是钦差身份呀？他可对人明说了他的钦差身份吗？红丝儿传出来的，这就是了嘛，不用怕。他这是想敛银子，他不明说，是因为他呀奉了皇上的旨意，他要暗访啊。只要他自己不说，外人传，也怪罪不到他的头上。咱到底还送不送银子呀？万一是个假的，不光赔了银子，还得让人笑话。那要万一是个真的呢？让人家抢了先，那钦差怪罪起来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你一会儿真的，一会儿假的，到底是真是假？你有个准没有啊？我说他是个假的，可大家都说他是个真的，连爹也这么说，我又觉得，兴许是个真的了。钱奎，哎，先别动他，派个人把他盯住了。我去河岸见周大人，再做打算。老鼠，你这屋有老鼠。你说就怪了，这阿丑，明明看着是个混混，他会是钦差？三哥，这官场上的事儿，老太爷比你有见识，你还是听老太爷的吧。老太爷他懂个屁，他除了会敛财，他别的他啥都不懂。你不是看了圣旨了吗？那还有假？万一那圣旨是假的呢？谁敢假传圣旨呀？那可是要掉脑袋的罪。说的也是啊。你就说上回那个家伙，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吓得尿裤子了。要说是假的吧，你说今儿那娘们那底气，那装他是装不出来的。那你说他是不是真的？8成是真的。跟你说吧，老四，我扮成瞎子去，这一招还是很高明的。我要是以县令的身份带着人去，我这会儿是肯定没法下台。反正说来说去，到最后总是你有理。哎，三哥，你是不是怕了？开始是有点怕，这会儿倒不怕了。我得的那点银子，别说跟明珠大人比，就是跟周文正比，也不过是9牛1毛。要是扯出来，倒霉的也不止我一个。话说回来喽，这当官的没一个不贪的，钦差也一样。只要舍得花银子，没摆不平的事。
那你说这个钦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管他真的假的，让周文正和老太爷操心去吧。老四，老四，赶快给三哥想个办法。想个什么办法？能把玉蝶他爹支开，又不让玉蝶生气的办法。来了！哎，你看还热乎的呢。没这口臭干的，下面的故事我还真想不起来。味道还挺地道。哎，老爷给我们讲吧。对，接着往下讲啊。接着讲嘛，老爷。我上回讲到哪儿了？听说王子服小时候有个姑姑，可惜早死了，八成是鬼吧？行，这老爷都讲过了。后来王子服进了后花园，看见一姑娘正攀在梅花树上那笑呢。姑娘长什么模样，老爷可没说。对啊，老爷得给我们讲，给我们讲。那姑娘长得有几分像玉姑娘。玉姑娘就上回你们在堂上见到那位，见过。就见这位姑娘攀在梅花树上，正在那笑呢。她这一笑啊，满树的梅花瓣是纷纷往下落，当真是梅花乱颤呐！哟，七爷，快坐，您可有日子没来了，我给你泡一壶大红袍。哎呦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又看上我们哪位姐了？哼，给你打听个人儿。谁呀？那王子服说妹妹，说你听不懂我的话吗？我爱的不是花儿，我爱的是送花之人呐。这姑娘就说了，说咱俩本来就是表兄妹，这亲情有爱还用说吗？这王子服是急得直跺脚啊。他说妹妹呀，我说的不是兄妹之爱，是夫妻之爱。这姑娘说，那有什么分别吗？王子服说，夫妻之爱是要同床共枕的，一块睡觉。那姑娘听了，低着头这么想了想，然后说，那姑娘说什么你们能知道吗？猜不着，那哪猜得着？姑娘说呀，我可和生人睡不惯。什么老爷这是？三哥，不好了，正熙找着玉姑娘了。带走！给我爹！老爷，放开我！
先带下去。大人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钱奎，你把人藏在这儿，就以为我找不着吗？大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对我张牙舞爪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？钱老贵，你疯了啊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你跟谁说话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钱奎，你当真不要命了？在我郑天寿面前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哼，你是郑天寿，哼，他是郑天寿，郑天寿是你。郑大人在我们清水县是有名的孝子，丁忧期间他会到这种地方来啊？钱奎，你不要装疯卖傻的买好，我不吃这一套。让开！你小子还敢嘴硬，假扮郑大人，想毁郑大人的清白是吧？哦，你觉着我们清水县来了钦差，就想把事情闹大了，让这事儿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让皇上治郑大人一个不孝之罪，对吧？在我们清水县，跟郑天寿郑大人有仇有怨的也不止他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还告诉你，你别来这一套。在钦差面前，我会替郑天寿郑大人辨明是非。我不管你从哪儿来的，我知道你一定是个有靠山的主儿。只要你不难为那位姑娘，我们哥几个今儿也不拿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要是非闹得全清水县满城风雨，让钦差抓了郑大人的把柄，再闹出别的什么事情来，我钱奎可是翻脸不认人。我钱奎知道的事情可也不少，大不了闹他个鱼死网破。钱奎，我只想告诉你，这个女人，我要定了。大人，老四，哎，快去看看玉姑娘，快！哎呦！快点！干嘛呀？凶吗？看，走，快走啊！快点什么呀？快走！走！老爷，怎么办？啊！不！哼，竟敢跟老子来这一套！钱老贵，我早晚要了你的命！老爷，您消消气，玉姑娘还在城里，逃不出咱的手下，早晚还不是您的人。这钦差的来意还没有弄清楚，您不是也说周大人让咱们小心着点？钦差是个什么东西？就知道收银子赌钱，啊！这种人你也怕吗？老爷，那不过是在做样子，暗地里在查着什么还不知道呢。老爷要是现在惹出什么麻烦来，不是正好让人家抓住把柄了？
他不是喜欢银子吗？给他送去，先把钦差买通了，我再好好的教训这个钱老龟。老爷，这事儿急不得，万一他是故意引咱们上套，送过去反倒让他抓住话把了，那你就眼看着我受钱老龟的气嘛。不如这样，老爷，他不是喜欢赌吗？咱们让他多赢点就是了。等摸清楚了他的脾气，钱老龟，钱老龟，我早晚有一天把他脑袋给拧下来。老爷消消气，玉姑娘跑不了，钱老龟也逃不掉，先都给他们记上账，早晚还不都给收拾了？可钱老龟把玉姑娘藏哪儿了呀？老爷你甭急，我已经派人出去四处搜寻打探，守城的门丁也都安顿好了，你放心，飞不了他。唉。老兄，听说了吗？钦差大人到清水了。你说的是阿丑大人吧？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钦差大人还有假的？这年头什么不能假呀？三爷啊，这是我们家老爷给钦差大人备的礼，我不敢打扰钦差大人，麻烦你给送进去。你们家老爷谁啊？啊，这还有封信。哦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周大人，我看那个钦差啊，不像一心查案子的样子。皇上的旨意是要他暗访，他呢又不好亮出身份，直接找咱们，所以他让红三儿放出风来，无非是想要些银子，不如就是啊，给他们些便宜。周大人，你是官府身份，不好出面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，我来对付他们。田庄主，如果他真想要银子，事情还就好办了。只是我觉着，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听说他虽然收了礼，可却都让红三儿记了账。如果说他只是为了银子，会让一个旁人知道他收礼的实情吗？你是说他在故意试探？让红三儿记着账，日后皇上追究起来，好有个交代。红哥，他说了老半天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是说那些银子是孝敬您的。前2年呢，他花钱捐了个官儿，一直没顶上实缺，想让您替他说句话。这实缺是什么东西？大人拿小人开玩笑呀，那实缺就是有实权的官位子。是个人就想当官啊？好，我记住了。我给您拿笔墨去。明相几番派人来传信，可见朝中已感觉到事态的严重。这回可是不同以往啊，我们都要处处小心。那先不忙行动，等明相查清了他的底细再说。阿丑大人确实非同寻常啊。哎，咱就说这送礼的事儿啊，甭管是谁送来的，大人都给面子，每一笔一笔的都要我先过了目。咱就说送来这信，他要我亲自读给他听，凭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他们家管家，让我一外人知道这么多事儿。如此说来，这位钦差好像并不是要将银子据为己有啊。对呀，他就是这个理儿。咱就说这住店，我跟大人说了，您想住到什么时候您就住到什么时候，您要吃点什么您尽管朝我说，那是大人赏咱们的脸啊。哎，他隔三差五的赏我些银子，我这一算起来，我不但我没赔，我还比平时赚了。你们说，这样的钦差，
他是不是应该是个清官呢？你打听没打听，这阿丑到咱们县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哎呦，二哥，亏您还是场面上的人，您连这都不懂啊？啊，那钦差办案叫微服私访，这是办什么事儿能跟我说吗？三叔，哎，瞧，大人又传我了，几位失陪了啊！无名是4000两，冯二是3600，杨文居送的一个笔洗也找人看过了，折合2200两，还有李画的那只碗，太极的这块玉，零零碎碎加起来总共是12469两3000银子。红哥，你记得是不是这个数啊？哎，是这个数，我就说了一遍，大人要记住了。红哥，你说这么多银子，我要是一个人背，还不得给累死啊？啊，我可以给您雇头骡子驮呀。不好不好，太显眼了，路上再遇到贼，再给抢去了，还得麻烦你都给我换成银票，我也好带着。是，大人如此信得过小人，小人感激不尽。你放心，等我回到了京城，找个机会把你接过去。你是个铁公鸡，帮我看家好不好？大人如此厚爱，小人就是肝脑涂地，定要侍奉好大人。圣旨可藏好了？藏得严严实实的，没给谁看过吧？大人实不相瞒，前2天钱大人要拿大小姐，我情急之下拿出来让他看了一眼，哎，当时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啊！再往后就没拿出来。看好了，别再拿出来了，给人看得多了就不值钱了，明白吗？